大家好，我哋今日繼續做練習。我哋一齊睇呢條題，呢條題係咁樣嘅，一個三角形 ABC，咁其中啦 EF 即係 EBFD 吓，EBFD 係正方形。咁正方形咧，然後咧 AD 等於15，DC 等於10。有要求我哋計算啲咩呢？計算呢兩個紫色三角形嘅面積。咁我哋知道，凡係計數三角形嘅面積咧，一定有底啦，係咪？同高啦，然後底乘高除以2，咁樣先計到正方三角形面積噶嘛。咁但係呢度咧係完全冇同我哋講底同高嘅，即係所有三角形裏邊咧都係唔知道底同高，只係知道個斜邊係幾多。咁情況我哋點計呢？我哋今日咧就介紹一種新嘅方法，教大家係將呢個三角形 AED 旋轉90度。咁旋轉到點知佢90度啊？因為正方形本身係90度啦，ADC 係180度啦。咁我哋好肯定呢隻角加呢隻角加埋等於90度嘅。咁言下之意咧，就係話要將呢個 E 同 F 重疊，將個旋轉到重疊。重疊嘅話就旋轉咗90度。咁即係將呢個 A 點揸住 A 嗰個點，三角形一路咁將佢拉到呢度，拉到呢度之後，呢個變咗 A 啦，係咪？然後就咁樣一條直線咁樣。咁其實就係變咗個新嘅三角喺呢個 A 嚟呢度，然後就連接原先個 FC 啦，變成一條直線咁樣。咁呢個因為原先呢個正方形嗰個直角啦，已經係隱藏咗，因為我旋轉將佢接埋咗啦嘛，將個 E 同 F 重疊咗去到呢度，所以原先呢90度唔見咗噶啦。咁呢兩隻角搭埋之後咧，就係剛好係90度。聽得明？聽得明嘅話咧，你就知道呢個三角面積，呢兩個紫色三角形係變咗呢個 ACD。嗱，俾大家諗一下，兩個紫色三角形其實就係 ACD 呢個三角形。諗得明你就即刻可以計算，諗唔明你真係計唔到嘅。咁好啦，我哋知道咁樣旋轉之後變成一個新嘅圖形之後咧，可以計數啦。咁我哋首先咧就咁樣啦，我哋可以先設 AED 為 P 啦，呢個面積為 P 啊。咁啊 DFC 咧就為 Q 嘅個面積吓，咁 ACD 咧就為 R 咁樣。咁樣咧我就簡單啲啦，唔使睇得咁辛苦，係咪？好，我哋可以根據剛才我哋做咗咁多嘅旋轉之後咧，我哋應該得到係 P 加 Q，P 加 Q 係等於 R 嘅。咁 R 咧係等於15乘10乘1/2。R 咧係等於75 cm square，係咪簡單咧？真係好簡單，你只要懂得咁樣旋轉90度咧，你就喺眼見到個面積係幾多。嗱，呢種方法咧，希望大家都記到，記住之後你去參加奧數比賽又好，你數學幾何證明練習又好，你都會攞到好好嘅成績，因為做得快啊嘛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堂再見。